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宜家楊師奶。今次區區10幾蚊，唔係介紹 Coquitlam， 去咗附近嘅 Burnaby Kingsway， 一次過介紹3間餐廳食肆，意式、韓式同埋越南菜式。究竟食啲乜，好唔好食？我哋一齊去片睇下啦。第一站先去香港人都好熟悉嘅麗晶廣場對面，食呢間意大利餐廳嘅 Lunch Special。我哋當日係星期二食特價嘅 pasta。呢間餐廳逢星期二、星期三都有特價嘅 special。餐廳都幾大，而且仲有2層，開陽光猛，坐得好舒服。第一款螺旋形嘅 pasta Nodi Manini， 配料有蝦、帶子、橄欖同蒜蓉粒，形狀特別。pasta 煙煙韌韌，而且炒得乾身惹味。嚟到意大利餐廳，梗係要試下佢嘅地道肉丸啦。肉丸總共有3大粒，軟爛適中，肉味濃，配上松露 cream sauce 同 ricotta， 醬汁 creamy， 不過唔算太流。一款味道清新，另一款味道濃郁，兩款都唔錯。平日嚟一樣座無虛席，想試嘅就記得要訂位啦。我以前都食過呢間餐廳嘅 Happy Hour， 不過而家轉咗 menu 就冇以前咁吸引啦。跟住介紹嘅韓國餐廳喺附近嘅 Kingsway。有幾吸引，因為佢有7小碟配菜。例牌叫個牛骨湯，牛骨唔算太大嚿，不過可能炆得太腍，所以一拎起就已經甩啦。牛骨湯唔算太濃郁，不過粉絲吸收咗湯嘅精華，比較好食。另外一碗係辣海鮮湯麵，鮮紅色嘅湯底唔算太辣，拉麵唔係即食麵，尚算爽口。而且有青口、鮮魷同埋一啲蝦粒雜菜，配菜食完可以添加，就算一個人嚟食，一樣有7小碟。最後介紹呢間嘅越南餐廳，一樣喺 Kingsway， 每次去都要排隊等位。逢星期二仲有9折㗎。第一次係星期二去，連牛骨湯都已經沽清，當然要試3個 A 生牛河，湯底清甜，牛肉切得唔算太薄。另外係烤雞扒春卷撈檬，雞扒炸得唔錯，相反春卷就冇咁脆。檬粉冇香港嗰啲咁幼身，有啲似米線。另一次唔係星期二嚟，終於試到佢嘅牛骨湯河，肉味濃郁，湯底同之前嘅生牛河完全唔同，兩碗都好好味。我哋一致認為最好味嘅係呢細細碟嘅生蒜片、辣椒、青檸汁魚露，無論加落湯河或者撈檬都超正，簡直係畫龍點睛。當日3個人食，所以加多款法包，味道普通，唔算太特別。魚露真係超正，一碟唔夠可以再 encore 㗎。楊師奶極力推介，食嘅時候記得加佢啊！唔好熄機住，又係彩蛋時候。一齊去 Burnaby 睇下呢個秘密景點，第一次經過見到，簡直覺得大開眼界。屋主簡直創意無限，而且十分之有童真。以為秋天到已經冇得睇，上個月專登兜去睇下，發覺依然健在。雖然顏色冇咁翠綠，不過動物造型一樣栩栩如生。好欣賞屋主咁有心思嘅設計。天氣好過嚟望下，好有療癒嘅作用。如果大家揾到其他平靚正嘅美食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未訂閱嘅朋友請先撳個鐘仔。如果大家都中意睇呢類揾食篇嘅片，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下楊師奶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